好，各位，今日分享行旅客途上的信仰與群體最後一次啦。呢個係第5章結論部分嘅後半部嘅內容。行旅成為抗爭嘅形式，以行旅作為抗爭嘅神學同埋政治舉措，促使我哋擺脫咗一種殖民同新殖民嘅傳統，亦都擺脫咗硬權力同埋軟權力嘅不對稱現象。但係最重要嘅功課就係明白行旅唔會喺真空狀態發生，我哋必須顧及一個形塑自身行旅經驗嘅一個權力架構，知道自己係有選擇嘅、享特權嘅，咁樣行出嚟先至能夠負責任。喺呢方面，移民等弱勢旅行者要比我哋敏感啦，佢哋必須留意種種嘅權力架構先至能夠生存。行旅作為神學同政治嘅舉措，能夠總結以上嘅種種經驗，有助我哋認識目下錯綜複雜嘅服務，只係服務富人同埋有權力人士，而發展新嘅全球嘅聯繫，令到人人得益嘅目標。而行旅成為抗爭形式嘅最簡單方法呢，就係關乎佢個中斷嘅特質。哪怕最貼近生活嘅行旅，譬如週末或者有薪假期出外行下，都有放手唔理啦，停落嚟玩嘅意味。雖然係最溫和形式，但係一睇嚟就好似鎖咗門出外去，將庭院啦、寵物啦、幾個朋友都忘記。咁嘅簡單動作亦都意味深長。對於熱愛工作亦都熱愛本地嘅人嚟講呢，要拋諸腦後呢，其實好難嘅，但係起碼佢踏出咗抗爭嘅一步。記得我讀研究院嘅時候，我同幾位教授講，打算夏天同我太太開一架舊嘅福士嘅小貨車環遊美國，但係冇具體計劃。其中一位教授聽咗之後就好驚訝咁話，佢真係令我一世都唔會忘記啊！而另一次我就同去秘魯去利馬做研究，計劃喺週末同我太太到馬丘比丘睇呢好出名嘅一個名勝古蹟。嗰位教授知道之後呢，亦都好不以為然。停落嚟嘅舉動，佢嘅力量我哋唔能夠低估，就係連為咗逃避日常嘅事務出去唞下氣嘅旅行嘅人，亦都會認同旅行中中斷呢種嘅特質，而被中斷正係以嗰種制度牽扯我哋嘅主流權力架構。從前朝聖者為咗一句記住人總有一死，佢就動身上路尋找永恆啦。但係可能有稍微唔同嘅詮釋，要記得死呢樣嘢，向既有嘅秩序死，其力量係好大嘅。宗教學者老胡就講過，行旅嘅時候有某啲特別嘅宗教意味，好容易忽略。佢話旅行不在乎遭遇不測，卻在乎尋找不測甚至係期待不測。呢個重要到一個地步，必須稱之為具宗教性。所以離家踏上客途，遠走他方，走喺陌生人嘅中間，食咗閉門羹、迷路，呢啲都係宗教行為。老胡形容嘅正係牽涉到旅行當中嘅中斷特質。儘管我哋要小心自己究竟喺度做啲乜嘢，期待啲乜嘢。老胡讚許嗰啲膚淺嘅喜愛破裂某程度上係危及抗爭本身。佢提到曾經喺印度某個公眾場合睇見一個冇手冇腳嘅婦人，好艱難咁喺度食飯，場面係非常震撼。又講到佢嘅仔女10幾歲嘅時候，曾經同佢一齊去牙買加住進遊客區外一家中價嘅賓館。當時就諗啦，點會有父母咁樣放逐自己嘅仔女呢？冇錯。類似經驗亦都有功課可以學到，但係講破裂同埋尋找不測呢種想法，實在令人唔敢恭維。真正嘅破裂同埋不測，其實有如上帝嘅審判世界，雖然係轉化世界嘅必經之路，卻係一啲都唔值得享受。客途上嘅神學，行旅作為抗爭嘅另一種方法，就係明白客途旅上高同人接觸，無論係對世界啦、教會啦，甚至係我哋對上帝嘅理解都好重要。呢種嘅關係裏邊，如果能夠辨明當中嘅不對稱同埋張力，就能夠對上帝有嶄新嘅經歷。正如約翰一書4章20節話：人若說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所沒有看見的上帝。喺呢種處境之下，其實行旅不僅係抗爭嘅神學舉措，亦都係神學上重構嘅舉措，幫助我哋校正基督徒作見證同埋信徒生命嘅異象。所以靜態神學嘅問題就清晰咗啦。靜態神學就因為冇行出去同別人同世界接觸，所以就無法趨向上帝與他人接觸。人如果唔能夠睇清楚正確咁形塑佢嘅人際關係，自然你都冇辦法睇清楚塑造同上帝嘅聯繫。正如我數年前所講，唔懂得盡力尊重同愛別人嘅人，亦都唔會尊重愛上帝。路上神學就係抗拒靜態，
拒絕自我中心嘅一種神學。行禮令到我哋同人靠近，大家團結一致，亦都令我哋放棄咗操縱啊！喺呢種行禮嘅形式當中，移民就最能夠暴露佢嘅既定秩序嗰種嘅謊言，不再以只係要隨主流權力帶領嘅方向，一切就安然無恙。有時候流浪同朝聖亦都有類似嘅效果啊！耶穌問邊個係我嘅家人？呢個提醒我哋，客途上嘅同路人往往比嗰啲竭力想保持帝國、家庭或者教會既定秩序嘅人更親近。人一旦放棄特權，動身上路，就唔會再自戀，唔單止對自己、對家庭、對教會、對國家，或者係對一切一將功成萬骨灰呢種嘅全球經濟模式受惠嘅自戀。關於行禮作為神學抗爭同埋重構舉措，其思考嘅第二步就係要明白主流權力總係抱住靜態同埋普遍嘅概念，喺政治經濟係咁，喺宗教亦都係，但有時連家長亦都好想咁對細女講話，總係事情就係咁啦。既定秩序嘅既得利益，特別就喜歡普遍嘅定義。事情就係咁樣噶啦，一直都係咁，以後都係咁。從前各個帝國，不論係埃及、羅馬，甚至大英帝國，都係以為能夠千秋萬世嘅。而當代嘅帝國亦都有佢自己嘅一個普遍論，深信資本主義長存，或者天佑美國，加多句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話佢哋就係長存啦。但係行禮就幫助我哋睇見呢種普遍講法嘅相對性。此外，亦都暴露咗處境神學已經漸次僵化。曾幾何時，為咗婦女、窮人、非裔嘅美國人、拉丁裔族或者同性戀者所建構嘅處境，好像都冇改變。呢一派思想家有好多仍然喺政治身份認同嘅基礎上運作，以各種族群嘅固定身份出發，好少考究佢哋彼此之間有趣關係。而喺路上發展出嚟嘅處境神學係唔會停滯，佢能夠揭露我哋生活動作存留處境裏邊嘅權力網。移民神學知道佢源於移民工同埋僱主之間嘅資本主義嘅張力，路上嘅婦女神學就能夠源於父權所造成嘅男女嘅強力嘅張力。而喺客途上塑造嘅解放神學，不僅顧慮到受壓者同種族階級嘅關係，亦都會考慮到壓迫者同之間嘅關係。無論佢哋係美國白人、非裔、拉丁美洲、亞裔、工人、領導階級，一切在乎處境啊！而重要嘅處境唔單止屋企附近，亦都在乎我哋喺路上經歷嘅同病相憐嘅鄰遇到嘅人。呢個亦都係上帝行禮嘅處境。使徒保羅就話啦：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遭一同受苦嘛。所以用人嘅説話嚟講，呢啲事你哋既做喺我呢個弟兄嘅一個最小身上，就係做喺我身上。所以喺路上做神學，有助克勝靜態進路嘅危險，避免將佢某個位置啦或者議題商品化，為既定秩序服務。而所有人嘅神學，再唔係可有可無嘅選擇。然而啊，亦都並非任何運動或者行禮都可以達到呢個目的。譬如喺登山寶訓裏邊，耶穌就提到易走嘅難走嘅路。佢話：你哋要進窄門，因為引進滅亡啊！嗰個門係闊嘅，路係大嘅，進去嘅人都好多。但係到永生嘅門係窄嘅，路係少嘅，揾到嘅人都好少。約翰衛斯理解釋呢段經文嘅時候，就將問題赤果咁擺喺面前啦。佢話：和你同途的是否許多聰明人、許多有錢人、許多能人和君子？若然的話，就別再走下去。你明知道路不能引到永生啊！所以走俗世寬敞嘅人，往往忽略咗一件事，亦都係富裕嘅旅客、一般觀光客以及屬於既定秩序嘅宗教旅人所忽略嘅。呢種生活無法破碎自己同別人，因此都無法引申以致摸着上帝嘅生命。17世紀一位歐洲嘅旅行者就曾經經歷當時最慘烈嘅30年戰爭，好出名嘅呢個歐洲嘅30年戰爭。佢嘅感悟亦都俾我哋啟發，令人明白何謂以行禮作為政治同神學上嘅抗爭同重構嘅舉措。學者范羅高喺一則警世箴言裏邊就話：喺危難嘅時候，中間路線往往係絕路啊！不單止靠財富同權力而選擇舒適行禮嘅人會錯過最重要嘅事，走中間路線亦都會出呢種問題。所以要明白呢一點，必須理解權力嘅流向。冇勇氣選擇立場，選取中間路線，所謂嘅均衡之道，其實無可避免就會被拉往較大力場而不自知啊！呢個正係旅客、宗教人、旅人、朝聖者、浪人，甚至係部分移民都會遇到嘅問題。而猶太基督教傳統上嘅上帝其實已經選擇咗路線啦，佢就係站喺奴隸、放逐者、孤兒寡婦、異鄉客、漁夫、牧羊人、難民同埋帝國異見分子嘅嗰一邊。
旅客如果唔與佢同陣線，自難以對抗既有嘅秩序。所以中間路線同主流大道一樣，只會通向滅亡啊！咁樣仲有冇另類選擇呢？要抗拒既定秩序從上而落嘅權力，無論係硬權力、軟權力，都要求人靠往另一方從下而上嘅力量。呢個就係神學作為抗爭同重構舉措嘅最後方法。團結一個詞，過往一直讓不了解權力流向嘅人嘅好心人就亂咁用，以致喪失咗佢嘅抗爭特質。但喺呢度團結終於可以復活啦。還幸好似前面所講，仍有其他可行嘅方法可以讓我哋站喺另一邊，從下而上嘅嗰一邊。呢個就係古老嘅猶太基督教傳統嘅處境，係中世紀朝聖者嘅處境，係離開師傅嘅工匠浪人嘅處境，仲有係今天好多移民嘅處境。佢哋行旅不為致富，只係想誠誠實地為自己、為家人謀生計嘅。當我哋走喺呢個路上，重構大概就係一個最好嘅圓滿選擇。好，今日分享呢本書完結，大家有興趣可以重聽啦，亦都可以多謝你幫我轉載俾你有興趣嘅弟兄姊妹或者讀者。如果你喜歡呢本書啊，我真係支持你就去買呢本書嚟睇啦。咁亦都可以刺激大家多思考，喺你下一次嘅旅行嘅時候，會唔會幫助你更加留意喺旅途上見到嘅種種唔同於你自己文化既有秩序同社會嘅系統或者結構或者關係裏邊呢？今日我諗作為一個流散海外嘅香港人，如果你係其中一份子啊，希望你都可以藉住呢本書刺激你更加多思考。作為一個移民或者移居者，一個旅客，甚至你只係短期嘅旅居，你可唔可以思考更加多關於行旅呢一個嘅問題呢？好，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